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有感而发》第2集。我是小张，有感而发拢是第篇的。今日咱要来讨论一言为定的闽南语安怎讲。柯老师的节目，恁有认真伫看无？若有认真伫看，就会像我安尼有感想、有心得。咱来讲即句。结束欲期节节尔，即个节节为安师模，即个节节甲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有啥物关系？听小张豆豆啊讲。咱先来讲淡薄仔礼记的历史。礼记是战国时期的文学。伫汉朝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号做鲁强王，伊的名叫做老吴。伊去破坏孔子的旧厝，结果煞伫伊的壁内底去发现着宝贝。这个宝贝包括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、《孝经》等等，礼记就是其中之一。简单介绍完礼记的历史了后，咱即马翻头转来讲节节这2字。除了安师模以外，也阁有明良模，也阁有清即字我袂晓读，咱来查字典。集韵内底讲生得切，生得色，即个字读作色，明也，所以清色模就是清明模的意思。即马来讲主题，一言为定的闽南语爱安怎讲？老一辈的人一定捌听过即句话，一句节节，两句切切。即个节节这2字，拄则已经捌介绍过啊。清明模，意思就是讲，你毋着讲互清，讲互明，到底想要安怎讲互清楚？即个切切安怎解说？咱即马来看文献，即篇伫《论语》内底。同款是孔子讲的话，子路问曰：何如书可谓之事矣？子曰：切切，斯斯，依依，如也，可谓事矣。朋友切切，斯斯，兄弟依依。这个所在的切切，就是互相勉励的意思，嘛有诚恳的意思。经过拄则文献的解说了后，咱知影切切这2字有诚恳的意思，所以即句话一句节节，两句切切，意思就是讲要安怎讲互清，讲互明，讲完了后，咱就照品照行。即句话嘛甲学起来，一句节节，两句切切，照品照行。拢是咱闽南语内底一言为定的讲法。那安尼讲话，就是正港的台湾气口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